名人系列：一、人格障礙；一、雙相情感障礙；一、世界首富埃隆馬斯克精神活性藥物使用、精神病理與社會行為。以馬斯克為例，主題：自戀型人格障礙 （NPD）、雙相情感障礙躁期、精神活性物質使用。大家好，我係李博士。今次我想同大家分析一下有啲超級富豪喺公開場合嘅誇張行為，例如自我吹噓、挑釁權威、干預政治、過度操控科技發展等等，究竟可以點樣從心理學角度解釋？我會有3個方向去分析。自戀型人格障礙 （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，NPD）、雙相情感障礙、躁期同埋精神活性物質使用，例如氯胺酮、MDMA 等。一、自戀型人格障礙 （NPD）。自戀型人格障礙嘅人最核心嘅特徵就係成日誇大自己、自我中心，唔理人感受，而且非常渴望被人認同同稱讚。根據 DSM-5 診斷標準，有幾個明顯症狀：誇大自己重要性，例如話自己對社會、科技、未來有超級影響力；沉迷幻想，例如幻想自己係救世主、全世界最成功嘅人，覺得自己係特別存在，認為得少數人先明佢，普通人唔配理解佢，極度需要稱讚同注意，冇人關注會覺得冇存在感，缺乏同理心，態度傲慢，對人冷漠，經常貶低對手或者敵人。呢啲特徵喺某位世界級富豪身上好常見，例如佢講過，如果我喺美國搞政黨，有80%人會支持我，明顯係一種誇大影響力嘅言論。佢又話自己創立新政黨係天意，咁樣就唔單止係政治主張，仲有啲救世主妄想嘅感覺。再者，佢經常公開挑釁政治領袖、科技專家，甚至支持外國極端政黨，例如 AD， 呢啲都符合 NPD 裏面講嘅缺乏同理心，覺得自己凌駕社會常規嘅特質。NPD 患者好常會覺得自己高人一等，有責任干預世界大事。二、雙相情感障礙躁期。雙相情感障礙 Bipolar Disorder 分為抑鬱期同躁期，今次集中講躁期 Manic Episode。躁期喺 DSM-5 入面定義為至少持續1星期以上，或者嚴重到要入院，而且情緒異常高昂或者易怒，再加3樣或者4樣以下症狀：情緒異常興奮，可以狂喜或者易爆，精力旺盛，講不停，思維跳得快，好多新點子，減少瞓個幾個鐘都夠，自我膨脹，覺得自己咩都做到，判斷力差，做事衝動，風險咁低。有精神科專家認為，有啲企業家可能有輕躁症 （Hypomania） 特質，例如少瞓、精力超強、成日冒風險、衝動投資，甚至幻想自己改變世界。馬斯克過往被媒體描述為超級高能，成日講嘢，唔瞓覺都精神，都符合躁期特徵。如果佢某啲言論係出現喺躁期期間，例如話自己有80%支持率，公開挑機政治權威，咁就有可能係躁期所致，即係嗰刻佢真心相信自己無所不能，唔覺得有風險或者後果。但要留意，躁期唔係一時三刻咁簡單，而係一段時間內持續嘅情緒變化，例如持續亢奮，唔瞓都得，就單一行為冇得下診斷。但如果佢喺公開言論以外，亦出現過類似行為同情緒轉變，咁就更加吻合躁期特徵。三、精神活性物質使用。根據多個新聞報導，有講該富豪曾接觸過氯胺酮、MDMA、迷幻蘑菇、含螺蓋菇素等精神活性物質。呢類物質會改變人情緒、思考方式同行為表現，情緒高漲，容易興奮，判斷力下降，容易做出衝動決定，認知扭曲，對現實理解出現偏差。不過藥物影響通常係短期嘅、斷片式嘅，而且行為比較零碎，唔會咁有連貫性或目標性，所以
如果該富豪公開發表政治主張、挑釁性言論都有清晰主線，咁單靠藥物作用就未必解釋得晒。藥物可以助燃一啲人格特質，例如原本已經傲慢、衝動嘅性格，但唔太可能係行為嘅主要來源。4. 綜合分析比較總結嚟講，該富豪表現出嚟嘅誇張自信、權力幻想、挑戰權威、干預政治，最吻合嘅係自戀型人格障礙 NPD， 而同時佢嘅高能量、魯莽行為、強烈自我感，又有可能同躁期 manic 嘅不素有關。精神活性藥物可能係加劇咗啲行為，但冇咁深層解釋力。分析面向、特徵是否吻合該富豪行為：自戀型人格障礙、誇大自我、幻想成功、缺乏同理心、傲慢、高度吻合；雙相躁期、情緒高昂、衝動、失眠、妄大感，部分吻合，尤其係高能加衝動、藥物使用、認知扭曲、失控行為，有可能，但冇足夠證據。最後要提醒，以上分析只係根據公開資訊推測，真正嘅臨床診斷需要面對面評估，詳細病史、功能狀況等多方面資訊先可以作準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先。我係李博士 Dr. Jason Lee， 係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同埋臨床腦神經心理學家，仲係沙盤遊戲治療師同遊戲治療師。我嘅目標係將專業嘅心理學知識用貼地嘅方式教識大家自學，等你可以睇通自己個心，執靚人際關係，甚至改寫自己人生嘅劇本。加油！